小美，哇哦，最近你越来越孝顺了啊！杨哥，一会儿有空去我那里坐坐呗。丽丽，杨哥哥跟你说了多少次了，丝袜要穿黑色的，肉色的不吸引人。杨哥，我给你泡了枸杞茶，等下过去喝呗。你这小丫头得喝木瓜奶茶，真是一点上进心都没有。比起当杀手把脑袋别在裤腰带上的日子，还是这小保安当的舒适啊。杨哥，哥几个，这怎么个意思？小保安，你他妈的给老子滚！这里的事情你管不着。菲菲，怎么回事？跟哥说。他给那个女的下药，被我看到了，我还没有说话，他们就打我，说我不识相，乱看。妈的，吵死了！给我上，把这个保安也给打一顿，扔出去！嘿嘿，林若薇，看样子这药已经有效了，等着，我这就来帮助你。小子，敢管孙少的闲事，去死吧！就凭你们？你他妈这个小保安，你他妈居然敢伤老子的人！你知不知道老子是谁？我又不是你爹，管你是谁，滚！小子，你等着！好了，美女，你没事了。美女，你搞偷袭啊！我的老天奶啊！5个小时，生产队的牛也不能这么造啊！原来是黑寡妇，这药果然凶猛。别走！没想到我的第一次居然给了这个保安。不行不行，来不了了，太狠了。麻烦你送我回家。没听说过这种事儿还要售后啊！再说我还要上班呢。保安，孙俊凯睚眦必报，肯定会迁怒到他的身上。这个小保安不是孙俊凯的对手，不管怎么说，他今天也救了我。你现在送我回家，到我家里当保安吧，以后你就负责我家里的安全。我说美女，你该不会是对我还有什么想法吧？你瞎想什么呢？我只不过是觉得我家里也需要一个保安罢了，毕竟我和我2个妹妹住在一起，没有人保护也不安全。3个美女，其实美女不美女我真无所谓，我这个人吧，就是喜欢人多，人多热闹。哇，这别墅大气啊！我在沙发上休息一会儿，1楼那个房间你去住。以后你主要是在别墅里保护我的2个妹妹。没问题。姐，你怎么带了一个男人回来啊？也不提前跟我说一声。别动！你干什么？你放开我！你个混蛋，你要干什么？陈阳，你住手！你个混蛋，你居然敢对我耍流氓！这玩意儿怎么来的？关你什么事儿啊？怎么，这个东西有什么不对劲吗？非常不对劲。
回事？刚刚我扔进鱼缸里面的那个东西，是一种核物质，鱼刚刚接触就死了。小妹妹，你说戴在你的胸口最靠近心脏的位置会发生什么？所以这个吊坠是专门用来破坏心脏的。对头，用特殊材质包裹，导致有害物质释放较慢，一点一点破坏心脏功能，直到有一天心脏彻底被破坏。啊！居然还有这样的事情！也别害怕，你戴了还没几天，目前对你心脏的破坏程度不算什么。陈阳，你怎么会懂这些？这个嘛，小学的时候生物学的比较好，所以就懂了。生物，不是初中的时候才有的吗？是吗？那是我记错了。再说，这应该属于化学，和生物没有关系吧？那个啥，你们不是3姐妹吗？还有一个在哪里啊？叫出来认识一下呗，免得到时候又发生什么尴尬。二妹是空姐，目前正在上班，估计明天早上能回来。哦，那行，那我先去睡觉了，拜拜。和3个大美女住在同一屋檐下，这貌似比在酒吧当保安更幸福啊！今天酒吧里面发生的事情，不允许告诉我的2个妹妹。孙俊凯，你打电话来做什么？林若薇，真没想到今天居然都能让你逃过一劫。孙俊凯，你就是一个卑鄙无耻的小人！我告诉你，我会和你硬刚到底。这一次的竞标，我绝对不会退缩。我喜欢你这样的性格。不过，林若薇，我希望你能活到明天，和我一起去参加竞标会。那就走着瞧。就这点功夫，还想刺杀我？不好意思，遇到我，就只有死路一条喽。看在林若薇是小爷我第一个女人的份上，就一起解决了吧。喂，我在这里。你是谁？我，江湖人称阎罗。阎罗？我呸！我他妈还玉皇大帝呢！别人的外号或许只是一个外号，而我的外号是实至名归。敢杀我老大，兄弟们，给我上！黑虎是吧？是我。知道我是谁吧？知道，阎罗大人，我怎么敢忘记您呢？当年我在国外被一群外国人欺负，如果不是您，我给你发个位置，过来把几具尸体收拾了。明白，我这就过来。虎哥，谁啊这么不开眼？大晚上打电话扫您的兴，真是不懂事儿。找死！那可是阎罗大人，我都不敢这么说。虎哥，您可是龙海市地下世界的王，在龙海市还能有谁比您更厉害啊？阎罗大人，那他妈是全球地下世界的王！去，
把所有兄弟叫过来，给老子去办事儿！啊，连续飞20个小时，又累又困。算了，不去楼上睡了，这么晚了，免得打扰大姐和三妹。反正楼下也有房间，就在这里凑合一晚上吧。别喊！首先，咱们俩衣服都是完整的，啥也没有发生，顶多是我抱了你，但你也抱了我，扯平了。有话好好说，别喊行不？你答应我别喊，我就松开。喂，你干什么？属狗的，松开！救命啊！双双，这事儿还真不能怪陈阳，要怪就怪我，想着你在飞机上没开机，也就没提前告诉你，我请了陈阳来家里保护你们。对啊，我睡得好好的，你突然跑到我的床上来，我还觉得委屈呢。我平时守身如玉，你给我闭嘴！大姐，谁对谁错我们不论了，让他走吧，我们家不需要保安。双双，你别闹，这段时间是特殊时期。昨天陈阳还发现了依依胸口吊坠有问题。是啊，二姐，反正他抱了你，你也抱了他，你们都不吃亏啊。你个死丫头，你还帮他说话是不是？那你要是觉得亏的话，你现在再抱他一次不就行了？那来吧，我就吃点亏。给我去死！孙少，昨天晚上派去暗杀林若薇的几个人，全部都没有消息了。又失败了。是。林若薇一个弱女子，身边连一个保镖都没有，老子派去了那么多人，居然都没有把她杀死。你来给我解释一下，这是怎么回事？孙少，我不清楚，他们那么多人，一个人都没有回来。看来我还是小瞧了林若薇这个女人啊。说，孙少，我打听到内部消息，盛海科技集团这一次招标意向是林若薇的林氏科技公司。如果不是一直没有找到合适的替代公司，他们早就不想和孙少您合作了。那意思是说，林若薇的林氏科技出现，还是帮了他们的大忙了。孙少，我从内部得到的消息是这样的。那老子就等着他们来求老子合作，等到林若薇死了，老子要他们跪下来求老子合作。操！孙少，距离竞标会开始只有不到10个小时了。去，给老子联系职业杀手，找那个世界枪手排行第5的血煞，用枪杀了林若薇。是。妈的，林若薇，老子就不信你还能躲得过子弹！好，锁定目标。你
跑到楼上去干什么？四处转转，看看有没有什么危险隐患。作为一名称职的保安，肯定要为3位美女的安全负责嘛。就你，真有危险，估计你跑得比兔子还快。陈阳，你这身子板确实不像一个高手，电影里的高手那可都是肌肉猛男呐。瞧不起人是不是？小爷我虽然没有健硕的肌肉，但小爷我有一颗猥琐的心。你这丫头，我不教训你，你还真不知道马王爷有几只眼睛。好了好了，不和你们闹了。刚才我发现地下室养的那条怀孕的小狗好像要生了，你们下去看看吧。真的要生了？呸！满口胡诌。小狗怀孕要4个月才生，我上个月才带它去配毛，哪有那么快？那就是那条小狗生病了，你们快下去看看，别耽误了。陈阳，你说真的？不会是流产了吧？走，依依，我们去看看。好了，我要去公司了。不要去餐厅！喂，陈阳，你对大姐做什么？站住，别过来！我要是不过去，你就要对我大姐耍流氓了。站住！对面楼顶有狙击手，你要是再往前走一步，就暴露在对方的视线之中了。狙击手，你要不要再夸张一点？光天化日之下，真有狙击手！陈阳，对面楼上真的是狙击手吗？是冲着我来的吗？应该是，这个地方目前安全，有墙体挡住，子弹打不过来。依依，你赶快过来！躲到掩体里面去了，以为我就拿你们没有办法了吗？陈阳，我打电话报案吧。对，报案！别报案了，执法队过来至少也需要2分钟。狙击手现在已经到了地面，手里的枪也已经换成了微型冲锋枪，我估计不到1分钟，他就会出现在我们的面前。什么？他来了？那我们怎么办？陈阳，我好怕，我的身子会不会打成窟窿啊？冲锋枪，我会不会死啊？你们先别害怕，我来想办法。你们在这里躲好，记住，无论发生什么，都不要出来。你要去干什么？我去把这个枪手解决了。你疯了！他手里可是枪。陈阳，你可别乱来，你这一走出去，他可就瞄准你了。陈阳，你只是一个保安，虽然我很想让你保护我，但你也不要拿命保护我们啊！我怕看到死人。放心，他手里的那把枪还伤不到我。不行，陈阳，你绝对不能出去。很好，都在这里，刚好一锅给你们端了。一锅端，有我在，这个锅你端不了。陈阳，你这么厉害，居然树叶能够抵挡子弹！你还是人吗？这不是在拍电影吧？这不可能！这不可能！我从来就没有见过树叶能够抵挡子弹的，这不可能！都给我去死吧！我血煞执行任务这么多年，还从来没有过败绩，今天也不可能会败。会不会败我不知道，但你今天会死。他死了。陈阳，
你用一片树叶杀死了他。陈阳，你怎么这么厉害？树叶在你的手里居然比刀还有用。小的时候喜欢看武侠剧，就跟着练习了一段时间，没想到还真就让我练成了。好了，双双依依，你们两个先上楼去。执法同志，我要报案。我们家来了一位杀手，已经被我们解决，但需要你们过来处理一下。好的，谢谢。林总不愧是公司总裁，比林双双和林依依两人沉稳多了。这种情况下还能做到这么宠辱不惊，佩服。他们两个丫头单纯，我可不相信你能像武侠剧里面那样练成树叶杀人的本事。说吧，你到底是什么人？靠近我又有什么目的？怎么不可能练成？刚刚你也看到了。我的意思是说，我不相信你说的，因为看了武侠剧就练成了这番本事。你的这个本领不是千锤百炼，绝对不可能达到。所以，你怀疑我接近你的目的，更怀疑我是孙俊浩派来的人，麻痹你，然后对你使坏。不排除这种可能。现在孙俊凯时刻想要杀死我，我也必须要谨小慎微。你心里其实已经有答案了。作为一个成功的女总裁，在你问出这句话的时候，其实你已经不需要答案了。在你的心里，那个答案已经成型了，对吗？这句话可不像是一个小保安能说出来的，对吗？没有谁规定一个小保安就不能有点哲学的脑袋啊。今天谢谢你救了我，接下来请你务必留在我的别墅里，保护我，保护我的两个妹妹。没问题，我这个人一向很好说话，尤其是对于美女的要求。孙少，血煞失败了。血煞，世界知名杀手，手下从无败绩。哈，失败了。是，刚刚传来消息，血煞死了。什么？血煞还死了？你们他妈做什么吃的？林若薇一个女人，一个手无寸铁的女人，没死，血煞死了。来，你来跟我解释，这他妈的到底是怎么回事？俊凯，没必要为难他。下去吧。大姐，如果林若薇不死，我们不要那么急，坐下来慢慢说。我调查过，林若薇之所以这几次都能化险为夷，是因为她的身边多了一个保镖。保镖？一个？那可是血煞，世界知名杀手。这个问题没有必要深究，现在结局已经摆在这里，再深究没有意义。大姐，林若薇不死，我明白你的意思。明天就是招标会，我们最大的订单来自于盛海科技集团。如果丢掉这个订单，我们孙氏科技公司资产将会缩水80%，甚至孙氏科技公司将会面临倒闭。就是啊，大姐，所以我才这么着急，并且盛海那边现在对我们已经没有好感了，他们今年特别倾向于林氏科技。我们得做两手准备，确保万无一失。大姐，你是有什么妙招吗？我得到消息，这一次盛海科技负责招标的是马慧远马总。这是一个年龄在50岁的中年胖子，平日里爱喝酒，喜欢被人戴高帽听好听的，好色，也爱占一些小便宜，更是为了装文化，最近这几年开始玩文玩。大姐，你的意思是我们要搞定这个马慧远？血煞都失败了，林若薇一时半会儿杀不死，并且即便是林若薇死了，接下来还有可能出现其他的公司和我们抢夺订单。与其这样，倒不如直接搞定马慧远，我们十拿九稳的拿下订单。大姐英明，那我现在就去安排人和这个马慧远见面。大姐，你这是……你先别着急，
做事情不要这么毛躁。大姐，你说马慧远这个人很高傲，你想要接触到他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我刚刚跟你说了，他现在喜欢玩古玩，并且为人好色，喜欢听阿谀奉承。你抓住这几个点，争取把他拿下。我明白了。林若薇这个女人很漂亮，以马慧远的行事作风，或许会考虑这一点。所以，你必须要找比林若薇更漂亮的女人，才能把她拿下。去吧，用点心，这关系到我们孙夏科技未来几年的发展，争取一次把事情做好。大姐，你放心吧，别的方面我或许不行，但找漂亮女人，对我来说分分钟就能搞定。对了，林若薇那边，我会找人对林若薇动手，能把她解决了，自然是解决了更好。好嘞，那我就放心了。大姐，今天这个杀手应该是冲着你来的，你说是不是那个叫做孙俊凯的家伙派来杀你的？肯定就是他。大姐公司这一次参加招标会，孙俊凯的公司不是大姐公司的对手，所以才用这种肮脏卑鄙的手段。十有八九是孙俊凯派人来的。今天暗杀不成功，现在距离明天招标会还有20个小时，孙俊凯肯定不会坐以待毙。这20个小时，我们3个都小心一点。谁？别那么紧张，是给我们送饭的。送饭？我名下除了科技公司之外，还有一家酒店。我们3个都不会做饭，平日里都是酒店专门安排工作人员给我们送饭过来的。哦，原来如此。陈阳哥哥，你是不是太神经过敏了？刚刚才经历刺杀，你们又没有告诉我有人送饭，突然出现一个人在窗口，能不引起重视吗？谢谢啊。不客气，你们趁热吃，我先回酒店了。这么着急走干嘛？送饭过来也辛苦了吧？一起吃点吧。不用了，我回去吃员工餐就行。是啊，陈阳，他每天都是这个时候送饭过来，并且酒店离这里也不远，就只有10分钟的车程，他回去吃就行了。是啊，3位大小姐吃的那么好的菜，我也没有资格吃啊。如果我说你今天必须要留下来吃呢？喂，你干嘛？你松开我！你别这么用力啊！陈阳，你这是干嘛呢？陈阳，你这是干嘛呢？你是不是太神经过敏了？张叔给我们送饭超过1年的时间，我们已经非常熟悉了。陈阳哥哥，你就算是请他吃饭，也不用这么粗暴啊。粗暴吗？在我看来，我已经够仁慈了。现在马上给我吃！如果没有陈阳，刚才那把刀……张叔，你为什么要害我？这饭菜里面是不是也有毒？张叔，说说吧，孙俊凯给了你多少钱，让你这么对待你的主子？张叔，我对你还不够好吗？你每天就负责给我们送饭，我1个月给你8000块钱的工资，甚至还把你大学毕业的女儿安排到了我的公司上班，你为什么要背叛我？林总，我没有办法，我们家安安被孙俊凯的人绑架了。如果我不按照他们说的去做，他们就杀了我的安安。果然又是孙俊凯，他这是不把我弄死，誓不罢休。对不起，我真的不该这么做，但是我的安安命被他们捏在手里，我真不知道该怎么办。原来张叔是被逼的。林总，这件事情我一个人来扛，只求你不要迁怒到安安啊。行了，张叔，我也相信你是因为女儿被绑架，所以才这么做的。你走吧，你和你的女儿2人从我的公司离职，从此以后不要出现在我的视线。谢谢。
陈阳，你真是出乎我的意料，你是怎么发现这些饭菜里面有毒的？对啊，我们对张叔那么信任，今天如果不是你，我们可能就真的把这些饭菜给吃了。难道你的鼻子比狗还灵？林依依，你这是夸我呢还是损我呢？行了，这事儿咱们就不用讨论了。饭菜吃不成了，等着吧。小爷我给你们做一桌丰盛的饭菜，来好好养一养你们的肠胃。陈阳哥哥，你会做饭吗？你做的饭会不会很难吃啊？我让你们知道什么叫做真正的美味。你们就等着迎接一份丰盛的东北一锅鲜吧，保证让你们见识到东北菜真正的魅力。这陈阳也不是东北人啊，真会做东北菜。做菜这种事情，也不是说一定是哪个地方的人才能做哪个地方的菜啊。我看陈阳说的还挺像那么回事儿的。等着吃吧，要是陈阳做的菜好吃，那咱们以后吃饭也就省事儿了。大姐二姐，看他那个架势，好像还真像那么回事儿呢。算了，先不说这个了。双双、依依，你们两个从现在开始把工作和学习都推了。从现在一直到明天招标会结束，你们必须在家里待着，哪里都不能去。孙俊凯贼心不死，一心想要杀死我，3番5次的不成功，我担心他接下来丧心病狂到拿你们来要挟我，所以我们就在家里，有陈阳保护我们，我们能安全一些。大姐，这个孙俊凯就是个精神病。我听你的，等到大姐拿到被招标成功之后，我们再出去。搞定，就这么蹲着，炖熟了就能吃了。阎罗大人，你怎么想到给我打电话了？老杨，我听说你旗下好像有一家科技集团叫盛海的，对吗？对呀，阎罗大人，盛海科技集团是我开的，怎么？您对这个集团有兴趣？我这就安排人把盛海集团 CEO 的位置转让给您，同时给您90%的股份。你急个啥呀？我对你那盛海集团没啥兴趣，也不想当那个什么狗屁 CEO。你听我说，陇海市这边是不是有一个你们的招标会？这样你就干脆直接招了林氏集团的标得了。林氏集团林若薇，行，阎罗大人没问题。我们原本也对林氏集团比较器重，那就行了，这事儿给我办妥了。阎罗大人，您在陇海市吗？我这就过去找您，我立马订明天的机票。行了行了，我不和你废话了，先挂了。不好！娘的，杨盛海这个王八蛋真啰嗦，糊了。陈阳哥哥，这就是你说的养一养我们肠胃的真正美味？这就是你说的东北的一锅鲜，东北菜的魅力。你拍着胸脯让我们等着，等来等去，我们就等到了这个？还是说东北一锅鲜里面什么时候添加的黑锅巴这种特殊的食材？那个啥，我说这是一次意外，你们信不？我突然想起来，我房间里面还有几盒泡面，两位姐姐，你们……好久没吃泡面了，突然有点想念那个味道。依依，泡面是不健康的，所以加一个鸡蛋进去就好了。你给我泡，我去拿鸡蛋。哦耶！吓死我了！喂，不就是糊了一点吗？有什么不能吃的？你们不吃，我吃。依依呀，泡面还有多的不？给你陈阳哥哥也来一盒。大姐，你就放心好了，马慧远我已经搞定了。昨天晚上他在酒店房间里，那叫一个快活。我给他安排的那几个小妹妹啊，差点把他的魂儿都给抽走了。放心放心，今天保证万无一失。林若薇啊，林若薇，今天你注定要胜兴而来，败兴而归喽。你们3个，一会儿到了招标会之后，不要乱跑，不要乱说话，尽量在人多的地方待着，避免孙俊凯这个家伙搞小动作。其实根本就不需要那么紧张，有我在，孙俊凯绝对不可能搞任何动作，并且这次招标也100%是你的林氏集团中标。陈阳，你别乱说话，一会儿让盛海集团的人听到就麻烦了。大姐，
你不是说你听到风声，盛海集团这一次比较倾向于你的公司，所以孙俊凯才会想要除掉你的吗？对啊，所以这一次招标你完全不用担心啊。风声终归是风声，再说了，人家盛海集团到底怎么想的，谁知道啊？万一改变了想法呢？总之，在结果还没有出来之前，我们都不能掉以轻心。走吧，要开始了，我们快进去。哎呦，林总，您来了。孙俊凯，麻烦你让一让，我们要进去。林总，这么着急进去干啥？咱们好好聊一聊呗。我和你没什么好聊的。林总，我听到风声说，这一次盛海科技集团可是比较倾向于你的林氏科技公司啊，我可得提前恭喜你了。没听到说让你滚开吗？你他妈！陈阳，别动粗。孙俊凯，不管这一次招标会谁中标谁落选，我都尊重这一次的结果。这是盛海集团的决策，和我没有关系。哎呦呦，林若薇，瞧你这话说的，你也无所谓喽。至少我不会像某人一样做一些卑鄙的手段。哈哈哈，林若薇啊，林若薇，你该不会真的以为你听到的风声就是真的吧？盛海集团真的会倾向于你的林氏科技，所以最终让你中标吧？我悄悄跟你说一下哈，昨天晚上呢，我和这一次负责招标的马慧远马总两人小小的见了个面。你居然在招标前和他们见面，这是违规的行为。我当然知道这是违规行为，但你有证据吗？所以你今天可能要失败而归喽。我明白了，难怪从昨天张叔失败之后，你这边就没有任何动作。原来你是去见马慧远了。对喽，孙俊凯，你们还真是无所不用其极。不过我无所谓，哪怕是我今天失败，我的林氏科技只不过是少了这个大订单而已，我还有其他的小订单能做，我依然能活。那可就不一定喽。林若薇，悄悄告诉你一个秘密，等到马慧远马总宣布我成功中标之后，我会给你准备一个大礼包。这个大礼包会让你的林氏科技……算了，我就先不说了，你拭目以待吧。大姐，这样的话，你今天肯定不会中标了。这段时间你努力的准备，还遭遇了好几次暗杀，全部都付之东流了。并且孙俊凯这个人卑鄙无耻，刚刚说还给大姐准备了一个大礼包，在我看来，这个大礼包肯定是让大姐的公司开不下去的一些卑劣行为。不管了，我们目前还不能听信一面之词，等到马慧远宣布结果再说吧。这个孙俊凯那信心满满的样子，看来昨天晚上是已经和马慧远彻底勾搭上了。哼，这种人为达目的不择手段，真是让人厌恶。没人给咱们敬酒，咱们自己给自己敬，同时预祝咱们中标成功。都已经这样了，咱们还有什么成功的机会？就是啊，从孙俊凯那个样子就看得出来，我们今天肯定是输定了，哪里还有心思喝酒哦？没到最后一刻，谁知道结果是什么样的呢？万一一会儿宣布的时候是咱们呢？陈阳，谢谢你的安慰，只不过你没有参与过这种，可能不知道这里面的弯弯绕绕。孙俊凯昨天晚上和马慧远见面，肯定就各种收买给好处，把马慧远拿下了。而马慧远又是这一次招标会的终归决策人，他决定把订单给谁，那就是100%的给谁。孙俊凯此时春风得意，很明显马慧远是给他吃了定心丸。算了，既然如此，那咱们也没有必要在这里丢人了。走吧，我们回去。马总来了。马总，欢迎欢迎！今日有您的出现，咱们这场招标会可谓是蓬荜生辉呀。
你是？马总，我是孙氏科技公司的负责人，我叫孙俊凯。那个什么，孙俊凯是吧？在招标会结果没有宣布之前，咱们还是少交流一些，避免让人恶意揣测。是，马总所言极是。你是？马总你好，我是林氏集团的林若薇。你我也听说过，你们林氏集团我也有一定了解。我还是那句话，公布结果之前，咱们都不要过多交流。这样吧，你们先坐一会儿，我去和我的团队们再讨论讨论，一会儿就宣布结果。我呸！装的还挺道貌岸然的。刚刚和孙俊凯两个人眼神对视的时候，我都看到了。这就是典型的老狐狸作风，人前君子，人后小人，很正常。算了，我们还是走吧。结局已定，留在这里，一会儿孙俊凯指不定怎么落井下石。急什么呢？不到最后一刻，结果始终都不确定，还是坐下来等一等吧。大姐，我们就坐下来等一等吧，大不了等到宣布结果之后，我们快一点离开就行了。那行吧，那就等一等吧。林若薇，刚刚看你好像要走了，怎么又坐回来了？还不死心？行吧，既然你不走也好。你要是走了，我这赢了也没有什么意思。一会儿能看到你彻底失望的那一张脸，我的心情应该会比中标了还要高兴和兴奋。小子，你他妈的，你到底想怎么样？你知不知道，你这小人得志的样子，看起来真的很欠揍。小子，老子不是你这种乡野村夫，在这种场合，老子干不出你这种野蛮的事情。不过你等着，等招标会结束之后，老子会让你知道老子的厉害。要不，你再张嘴笑一个？行，你给老子等着！各位嘉宾，大家上午好，非常感谢大家。下面有请本次招标会的总负责人、盛海集团副总裁马慧远先生上台致辞。谢谢大家，我就不多说话了。这样，既然大家都非常迫切的想要知道这一次中标的公司是哪一家，而刚刚我在后面和公司的高管们也商量了一番，最终也有了结果。那么我现在就直接吩咐吧。通过我们综合的讨论，对投标公司各项能力进行评估，最终我们决定这一次中标的公司是各位，不好意思，我临时来了一个电话，要去接一下，稍等啊。大姐，这个时候马慧远去接电话了，该不会是真的有什么变化吧？对啊，如果不是很重要的电话，马慧远肯定不可能丢下这么多人去接电话的，极有可能和这一次的招标有关系。大姐，这样的话咱们就有希望啦。别做梦了，人家马总接个电话，你们就有希望了。马总是这一次招标的总负责人，你们知不知道总负责人是什么意思？那就是马总是能拍板的人，他决定是谁就肯定是谁，其他的人打电话不好使。我们说话关你什么事儿？就是哪儿都有你。好了，你们两个别说话了，吵吵闹闹的不像样。看到没有，还是林若薇心里明白，你们不可能有任何转机了。她现在的心情低落着呢。是，董事长，我明白您的意思。好，我一定按照您的吩咐来做，一定，您放心。不好意思啊，刚刚我去接了一个电话，让大家久等了。下面我继续宣布这一次中标的公司。这一次中标的公司是孙俊凯所在的孙氏科技有限公司，我们掌声恭喜！
杨胜海这个老家伙，我跟他交代过，他居然敢不办事。结果我们也知道了，走吧，走吧。看来还真是让孙俊凯这种卑鄙手段的人给赢了。哎，别走啊，林若薇，这么着急走干嘛？虽然是我赢了，但招标酒会还没有结束呢，你这个时候走，是不是太没有礼貌了？孙俊凯，你别以为我不知道你是怎么想的。这都不重要，不重要。你还记得我跟你说过的那个大礼包吗？你难道不想知道到底是什么吗？你这个时候要是走了，那可有你后悔的时候。各位，下面有请孙俊凯孙先生上来给大家说几句，好不好？马总，刚刚你去接电话，可把我吓坏了。是董事长打的电话，没事儿。董事长就是跟我说，那女人就是事儿多，让我处理完这里的事情之后，马上回去。集团还有不少事情要我处理。放心吧，这事儿只要我决定了，那就是铁定的事实。马总，京城那边我有一个哥们儿，手底下漂亮的姑娘多的是，等你回了京城，我给你安排。好说好说，你快说话吧。首先，谢谢盛海集团对我们孙氏科技的信任。其次，谢谢大家的祝贺，谢谢。今天趁着大家都在这里，记者朋友也在，我宣布2件事情吧。第一，由于我们孙氏科技再次签下盛海集团的大订单，所以接下来需要更多的合作商。现在我宣布，从现在开始，只要是接下来和我们合作的新合作商，我们孙氏科技提供40%的让利。大姐，孙俊凯这是在针对你啊！提供40%的让利，那这不是把你现有的合作商全部都抢过去吗？这就是孙俊凯所说的大礼包吗？把我现有的合作商全部抢过去，让我一点业务都没得做，直接让我公司破产！这是我宣布的第1件事情。第2件事情，则是我们公司因为大订单的到来，现在需要扩张。但凡是在科技行业有一定能力的工作者，我们孙氏科技都欢迎大家的加入。至于薪资待遇，我给大家孙氏集团现有同等岗位的工资再涨40%。大姐，孙俊凯这是摆明了搞你啊！宣布的第1件事情，抢走你的合作商；第2件事情，抢走你的公司骨干，涨薪40%。这么大的诱惑，换作是我也从你的公司辞职去孙氏科技上班啊！这个孙俊凯实在是太混蛋了，这和直接宣布把大姐的公司搞破产有什么区别？好了，我要宣布的2件事情都已经全部宣布完毕，接下来大家随意吃喝，谢谢。林若薇，怎么样？我给你准备的这一份大礼，你还喜欢吗？我说过，你即便是输了，你公司现有的订单，我也会让你荡然无存，彻彻底底的倒闭。招标的事情，你暗中搞手段也就算了，现在你都已经赢了，为什么还要针对我的公司？让我公司垮了，对你有什么好处吗？让利40%，涨薪40%，你这完全就是亏损。无所谓啊，亏损就亏损，有什么了不起？林若薇，我就是看你不爽，就是要让你破产。只有你破产了，我心里才会真正的高兴开心。林若薇，现在心里是不是很不爽啊？你说你在龙海市开公司，你做什么不好，非要和我孙俊凯对着干？你这不是找死吗？我就要让你看看我孙俊凯的厉害。你即便是有这么多手段，但是我林若薇也不是好惹的，你给我等着，我自有办法让你的奸计不得逞。好呀，那我就看看你到底有什么好办法。不过友情提示，这会儿可能就有不少合作商和你公司骨干技术型人才要辞职和解约喽。你到底想干什么？当然，你也可以选择让利和涨薪把他们留下，但是你有那么多钱吗？没有大订单的支撑，
你又能给他们让利和涨薪多久呢？林总，不好了，合作商大批量的解约，公司接近一大半人辞职。林总，这下我们怎么办啊？好了，我知道了。孙俊凯，我自有办法对付你，你等着吧。别着急走嘛，虽然你嘴巴上说有办法对付我，但我相信你现在肯定大脑一片空白，任何办法都没有。不过你若是选择陪我睡一觉，哦，这两个姑娘长得也不错，你们是3姐妹呢，你们一起陪我，睡个1觉2觉的，我倒是可以考虑留你们一条生路。中标了，赢了，你很得意啊。小子，你最好是松开我，要不然怎么样？要不然要不然怎样？你倒是说啊！保安，保安，给我把这个杂种拖出去！还敢骂人？看来老子还是打轻了。算了，陈阳，别动手了，一会儿别人该说我们输不起了。没事儿，孙俊凯这个王八蛋，被打也是白被打的。小子，你是林若薇的人吧？你这是输不起吗？怎么能在这里打人呢？输了恼羞成怒了呗。不过，动手打人确确实实有失身份，这可把林若薇的脸都丢尽了。谁让你在这里打人的？现在立马滚出去！这里不欢迎你们！你这老东西也得意不了多久了。妈的，连我都敢打！保安呢？保安！保安！怎么？你是谁啊？我不敢打你了。马慧远，你自己做了什么？你他妈自己心里清楚。就你这样的，小爷我打你2巴掌算少的。要不是这里人多，小爷保证把你打的连你妈都认不出来。妈的，从京城到沪城再到扬州，我马慧远走到哪里，谁都必须给老子3分薄面。今天在陇海，我居然被人给打了。小子，这口气老子要是忍了，老子就他妈是……马慧远，狐假虎威，你还很得意是吧？你他妈又是什么东……杨先生，您怎么来了？我怎么来了？我要是不来，还不知道你马慧远这个蛀虫在外面是怎么扯着盛海集团大旗在外面作威作福的呢？先生，您这句话我听不懂啊！我没有作威作福，是他这个小东西刚刚不分青红皂白的打我，我才一怒之下说了那么几句话。杨先生，马总说的没错，是陈阳先打了马总，马总才说的那几句话，马总没做错什么。马慧远，你的意思是，我还冤枉你了？各位，我叫杨盛海，盛海科技集团幕后老板，公司的董事长是我的妹妹，但我在盛海科技集团有着绝对的话语权和1票否决权。在这里，我宣布2件事情：第一，刚才马慧远的宣布的中标公司无效，由我来宣布新的中标公司，是林若薇旗下的林氏科技公司。盛海集团的大订单将交由林氏科技公司，而不是孙氏科技公司。第二，
马慧远因私下和孙俊凯勾结，收受好处，私自改变招标决定，从今日开始开除。大姐，你赢了，你赢了！真是没有想到，到了这个时候，居然大姐还有翻盘的机会。孙俊凯，这下你看你还怎么得意？你昨天晚上私自和马慧远见面的事情，还是被人知道了吧？采用这种歪门邪道，终归还是会被反噬。邪不压正。这个小姑娘说的不错，邪不压正。孙俊凯和马慧远两人用这种不光彩手段暗箱操作，始终会被反噬。各位，我再宣布一件事情。鉴于马慧远这个害群之马对林氏科技公司造成的困扰，我们盛海科技集团将对林氏科技公司注资20个亿，收购旗下8%的股权。杨先生，您这也太不划算了吧？20亿可以购买我们公司50%的股权了。林小姐，这20个亿，目前看确实有些不划算，但长远来看，我们还是很划算的。这钱你就安心收着吧。太好了，太好了，大姐，这可真是柳暗花明又一村啊！心情一下子好了起来，多云转晴啊！杨总，我想说几句话，可以吗？当然可以。我也宣布2件事情：第一，从今日开始，所有和我们林氏科技集团合作的合作商让利50%。第二，所有加入我们林氏科技公司的技术性人才，全部涨薪50%，尤其是从孙氏科技公司转过来的，再在我刚刚所说的那些比例上多加10%。刚刚孙俊凯还把这一个大礼包送给大姐呢，现在大姐反击他，他还被气得吐血了，真是让人解气呀！活该。杨先生，我的话说完了，谢谢。好，林小姐，希望接下来我们能合作愉快。杨先生，我们一定能合作愉快的。陈先生，不好意思，我来晚了。你确实是来晚了，你这老头也真是的，来迟了就来迟了嘛，好歹早点打个电话过来说一声啊，这搞得人心里七上八下的。陈阳，你跟杨先生说话态度好一点。没事儿没事儿，林小姐，陈先生，确实是我今天来的晚了一点，我应该跟你们道歉。行了，老头，你没啥事儿了，该回哪里去就回哪里去吧。陈阳，你别……好，那我就先离开。林小姐，这是我的私人名片，您请收好。以后有任何合作商的事情，您都可以直接打电话给我，我来帮您解决。好的，杨先生，谢谢您。阎罗大人，我想请您吃个饭，您看？没那个必要，一顿饭啥时候吃都行。是，阎罗大人，那我就先离开。接下来，我为3位美女带来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祝贺今日林若薇林总顺利拿下盛海集团大订单，同时也希望3位美女如桃花一样盛开弄放。在那花盛开的地方，谢谢有我可爱的家乡，谢谢。陈阳哥哥，你这唱的是什么啊？太难听了吧！这就是传说中让2追3的唱法吗？我都快忘了原唱是怎么唱的了。陈阳，别人唱歌要钱，你唱歌要命啊！这不是很好听吗？我可是我偶像彪哥的唱法呢。你快别唱了，再唱几句咱们整个别墅区都以为来牛了呢。不行，肚子都快要笑痛了。那行吧，那就不唱了。来，咱们喝酒庆祝。这行，只要你不唱歌，干什么都行。
这也太漂亮了。那一天，那个晚上，在酒吧的包厢里，原来我这么幸福啊！陈阳，你看什么呢？喂，你看什么呢？啊，没看什么，来喝酒。一脸色狼模样。你这小丫头，我怎么就一脸色狼的模样了？你过来，我让你看看什么才叫真正的色狼！姐，救我！你别让我抓着你，一会儿我抓着你了，你可就……救命啊！陈阳，我越来越看不透你是什么样的人了。这话怎么说？一开始我觉得你就是一个普通的保安，后来我觉得你应该算是某一个方面的高手，但今天杨胜海这个大的人物都对你客客气气，甚至极有可能因为你才来到龙海市。陈阳，你到底是谁啊？对啊，你到底是谁啊？又那么能打，又能直接发现饭菜里面的毒药，还能让杨胜海亲自来龙海市。要说你只是一个普通小保安，恐怕都没人信了吧？难道你是一个世界知名杀手，带着一身的本领退休啦？你这小丫头，平时少看点小说。你看我这样子，像是杀手吗？真要是杀手，哪还会来做你们的小保镖？那你说，你是怎么认识杨胜海的呢？也就是个偶然的机会就认识了。这年头，谁还不认识几个有钱人啊？是吧？你这个解释，我完全不相信。你们聊吧，我去上面上个厕所。我也不相信你说的，不过你不愿意说，我也就不多问了，不强人所难。怎么了？怎么了？我看到好大一只老鼠。老鼠？好大一只，从我脚下窜过去，吓死我了。好了，没事了，老鼠我已经处理了。真是吓死我了，我最怕老鼠了。这么大的人了还怕老鼠啊？说出去不怕人笑话？你是不知道，双双，你没事吧？二姐，你怎么了？二姐，你刚刚怎么了？没啥事儿，就是发现了一只老鼠，被吓到了。双双从小就怕老鼠，现在这么大了还没有改过来。自从小的时候被老鼠咬了一口，心里就留下了阴影。哼，我不怕，我去把这个死老鼠扔了。如月，怎么了？双双，出来玩啊！我们几个都在外面玩呢。我不去了，今天我有事儿。双双，你就来呗，大家都在外面玩，你不来的话多扫兴啊。那行吧，那我收拾一下之后就来。行，那我们在酒吧等你，拜拜。大姐，我同事们约我出去玩。去吧，反正招标会已经结束了，想玩就去玩吧。不过你把陈阳带上吧。不用了吧？还是带上吧。我和依依两个人在家没事，你在外面有陈阳在你身边，我也放心一点。那陈阳，我去楼上收拾一下，然后我们就出发。好。你说什么？公司的技术性人才，80%都离职去林若薇的公司去了。那些和我们合作的合作商，也全部都去和林若薇合作了。操你妈的！妈
妈的，老子想好的招全部被那个贱女人给用了，用到老子的身上来了！操！林若薇，老子不把你给弄死，老子不姓孙！出了事，一个人在家里发火，算什么男人？大姐，不是我想要发火，而是我输了，我彻彻底底的输了。我们孙家都已经……你不用说，我都知道了。我是告诉你，不管发生了什么事情，不管有多么的糟糕，不去想办法解决问题，而是和这些瓶瓶罐罐置气，那都是懦夫行为。我也是想办法解决问题啊，可是现在大订单不是我们的了，公司的技术性人才、合作商全部都跑到林若薇那边去了，我还能想到什么办法解决？我就算是想要把林若薇给杀了，可他身边还有一个陈阳，那是连雪莎都手里拿着冲锋枪都打不过的主。我除了生闷气，我还能有什么办法？如果我说我有办法能够把陈阳从林若薇的身边弄走呢？大姐，你这话是什么意思？我认识一名空姐，叫苏如月，恰好和林若薇的妹妹林双双是同事，还是闺蜜。我就让苏如月约了几个朋友，在酒吧组了一个局，把林双双给约了出来。今天刚结束了招标会，林双双这个时候出来玩，林若薇肯定会担心，也就会让陈阳跟在她的身边保护她。这个时候，你就可以带着人去林若薇的别墅里，把林若薇给……大姐，还是你有办法呀！我这就找人去把林若薇给杀了。只要林若薇死了，林氏科技就会土崩瓦解，我的孙氏科技就能够再次辉煌起来。我会安排人把林双双和陈阳拖住，你记得带上信号侦蔽器，以免林若薇打电话给陈阳。速战速决，不要拖延时间，以杀死林若薇为目的。大姐，你就放心吧，只要你能拖住陈阳，我就一定能杀死林若薇，为我们，为孙氏科技报仇。去吧。陈阳，一会儿你就说是我男朋友，知道吗？为啥呀？出来玩带个保镖多不像那么回事儿，说是男朋友就顺理成章多了。行，我没问题。是啦。双双来了，双双。双双，这是谁啊？不跟我们介绍一下？对啊，双双，你身边可从来没有出现过男人哦，这该不会是你男朋友吧？对，他就是我男朋友，他叫陈阳，今天过来和我们一起玩，你们不会介意吧？这有什么介意的？大家出来玩，当然是人越多越好玩了。对啊，双双，你这男朋友长得还挺帅的呢。双双，你和陈阳点歌唱呗，我们刚刚都唱了好几首啊。既然你们是情侣，那你们就来个情歌对唱，怎么样？别！你们可千万别让他唱歌。为什么？他长得这么帅，唱歌肯定很好听啊。他唱歌，总之你们别让他唱就是了。双双，咱们是出来玩放松的，又不是歌唱比赛，这有什么的？我们给你点好了，夫妻双双把家还。来，你们两个来唱。那行吧，你们别后悔就行。你们记住，一会儿到了里面之后，给我把林若薇和林依依控制住。只要我一声令下，就直接给我把林若薇给杀了。是。走，等一下，我打个电话确认一下。喂，大姐，我现在在林若薇别墅门口，正准备进去呢。那个陈阳，你确定一下，他是不是在酒吧里？确定了，就在酒吧，刚刚到，你就放心去办事吧。从酒吧到林若薇的别墅，车程都需要1个小时，时间足够充裕。走，进去。树上的鸟儿成双对，绿水青山带笑颜，带呀嘛带笑颜啊！从今不再受那奴役苦，夫妻双双把家还。我就说了吧，不能让他唱。陈阳，你让我感受到了什么
你这种唱法是不是江湖传说3步并2步的唱法？很别致，唱得很好，但你不许再唱了。这不是很好听吗？我也没跑调啊。你是没跑调，你这是把调揉碎了重新拼接啊！陈阳，今天晚上你不许碰话筒，听明白了吗？不许碰！陈阳，该说不说，你得给我们道个歉，莫名其妙的道个歉吧。不行了，不行了，我笑得肚子都痛了，求你们别让我再笑了。行，我不唱了。那什么，你们先玩，我去上个厕所，马上就回来。杨哥，你跑哪里去了？我都好几天没见到你了，想你了。哥哥，我去过我自己的幸福生活去了。杨哥，一会儿去我们那里坐坐呗，人家想你给人家按摩了呢。不错，听哥的话了哈，换成黑色丝袜了。杨哥哥，你这丫头还不肯换成木瓜奶茶，怎么说都不听。下次再不听，我可打你屁屁了啊！行了，该忙忙你们的去吧，我还有事情要办。黑虎，现在别墅那边怎么个情况？阎罗大人，刚刚孙俊凯带着保镖进去了，来势汹汹，估计是要对林总下手了。看来我猜的挺对的，孙俊凯这个王八蛋不肯善罢甘休，还来了一个调虎离山。阎罗大人，我带人进去吧，直接把孙俊凯给解决了。不用，别墅里的事情交给我来解决。我记得你跟我说过，孙俊凯有一个姐姐是吧？孙俊凯很多决定都是这个姐姐帮他出谋划策的，对吗？是的，那是孙俊凯的大姐，这个女人脑袋很灵活，这几次针对林总的计划都是这个大姐想出来的招。今天这一出调虎离山，看来也是这个大姐搞出来的了。行，你去给我把她这个大姐抓起来。是。跟我玩调虎离山，有意思。林若薇，没想到我会深夜来拜访你吧？孙俊凯，你到底想做什么？我想做什么？林若薇，你应该也知道啊，我的大订单没有了，公司的骨干和合作商也全部都倒戈到你那边去了，我现在连翻盆的机会都没有了。你说我想做什么呢？现在只有把你杀了，让你的林氏制药彻底倒闭，我才能有一线生机啊！孙俊凯，直到这个时候，你还贼心不死。如果是你一开始就踏实做事，我林氏科技就没有可乘之机。后面你更是投机取巧，做了各种卑鄙无耻的事情，才一步步把你自己扔向了这个深渊。这一切，要怪也只能怪你自己，怪不得别人。别说了，现在再说这些已经没有任何意义。今天晚上，就算是说破天，林若薇，你还是得死。你就不怕陈阳吗？血煞那样的高手，拿着冲锋枪都能杀死。你今天要是敢杀我和我姐姐，陈阳知道了，也一定会杀死你。陈阳，陈阳现在跟着林双双去酒吧玩去了吧？从酒吧到这里，即便是开车，也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1个小时，足够我杀死你们了。你知道陈阳去了酒吧？我当然知道，不怕告诉你，约林双双去酒吧的那个苏蕊月，还是我大姐刻意安排的呢。调虎离山，就是为了顺利把你杀死。大姐，这下可怎么办啊？陈阳赶过来开车都需要1个小时，我们怎么办啊？孙俊凯，陈阳赶过来确确实实需要1个小时，这1个小时的时间里，你也确实有足够的时间杀死我。但是你别忘了，陈阳那么厉害，你杀了我，他依然会为我报仇。你确定到时候你能躲得掉吗？还想用陈阳来吓唬我？这年头谁不是为了利益？陈阳之前帮你做事是因为你给他钱，而你死了之后，他1分钱都拿不到了，为什么还会替你报仇来杀我？你好了，林若薇，时间也不早了，你们2个抓紧时间好好呼吸2口。你们几个准备好，直接把她们姐妹俩杀了。姐姐，我们怎么办啊？我还小，我还不想死啊！孙俊凯，有什么事情你冲着我来，
无论是林氏集团也好，还是陈阳也好，那都是我的事情，和依依没有关系。你放了他，我任你处置。上路嘛，自然是要一家人齐齐整整的了，少一个，在下面可不就少了照应吗？放心吧，过不了多久，我还会把林双双也送下去和你们一起的。孙俊凯，这件事情和他们两个一点关系都没有，你为什么连他们都不放过？你这样做，难道就不怕遭天谴吗？我已经没有心思和你废话了，你们几个动手吧。调虎离山，这种小儿科的把戏，已经是我玩剩下的了。陈阳，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陈阳，你怎么可能会出现在这里？从酒吧到这里，即便是开车，也需要1个小时的时间。你不能这么快就出现在这里的。想知道为什么吗？可以啊，等到了下面去问阎王吧，他会告诉你答案。陈阳，不，陈阳，你们还愣着干什么？快动手啊，打他呀！陈阳，真是吓死我了！我以为我真的要被孙俊凯给杀死了。我好怕，我真的不想死啊！我才18岁，我还没有活够呢。好了，你们俩都别怕了，有我在，没有人能杀了你们。今天晚上我会帮你们把孙俊凯这个威胁彻底的解决掉。等我1分钟。鬼啊！陈阳，给我去死！这怎么可能？一个人，一个活生生的血肉之躯的人，怎么可能逼停车子？不可能，这绝对不可能！只要我想抓你，10万8千里，你都逃脱不了。陈阳，求求你放了我！你也是拿林若辉的钱办事的，我给你10倍、100倍，不，1000倍，你放了我好不好？不好意思啊，我视金钱如粪土。陈阳，你要多少钱？你直接跟我说，只要我能拿出来的，我都给你。别杀我，求求你别杀我！废话真多。走。你把他抓回来了。今天，一次性把你的所有危险都给解除了。陈阳，我大姐孙琦可是一个很有能量的人，你要是杀了我，她会一直帮我报仇，直到杀了你为止。你大姐孙琦啊？严，陈阳大哥，孙俊凯的大姐孙琦，我带来了。大姐，你陈阳，你一个小保镖，胆子真是够大的，居然敢把我绑到这里来，你是要找死吗？我命令你，现在立刻马上放了我，要不然今天就是你的死期！哼！你他妈给我老实点！黑虎，你别以为你在龙产市地下世界混得不错就了不起，在我孙琦的眼里，你连个屁都不是。现在马上把我和我弟弟放了，不然连你一起没有好下场。死到临头还这么嚣张，谁给你的勇气？黑虎，你找死！既然这个孙琦这么有底气，那不妨让他说说看，他的底气能不能吓唬到我？如果能把我吓唬到，我倒是可以考虑放了他。我说出来，得把你们吓得魂飞魄散，那绝对是你们惹不起的存在。你们最好是马上放了我。说不出来是吧？那行，那就留下一句遗言，等着去死吧！3番5次和你这个弟弟想招杀死林若薇，你们这样的人死了也是为民除害。陈阳，你死定了！我告诉你，我的男朋友乃是世界杀手组织封神的头号杀手，我已经通知他了，他正在赶来的路上。你若是今天敢对我怎么样，他势必会将你五马分尸。封神的头号杀手，我的天啊！你的男朋友居然是封神的头号杀手！我也听说过封神，
那可是在国外让人闻风丧胆的杀手组织。据说在国外有好几个国家的首领都被封神的杀手杀死了，那可是戒备森严的住所，里面全部都是荷枪实弹的重兵啊！但是却连封神杀手的踪迹都没有捕捉到。哼，那些事情全部都是我男朋友干的，哪怕是戒备森严的铜墙铁壁之处，我男朋友都能来去自如，并且对方根本不知情。不好意思，这个镇不住我。这个还镇不住你？你别以为你有点三脚猫的功夫就有多了不起。封神的头号杀手，你在他的面前就是一只蚂蚁。还有没有更厉害的了？如果没有，陈阳，你少废话，快放了我！死了！她男朋友可是封神的头号杀手啊！你就这么把他杀了？我说了，封神的头号杀手镇不住我。大姐，大姐，大姐！你敢杀我大姐，我和你拼了！黑虎，你把这2具尸体给处理了。是。若薇，好了，孙俊凯姐弟俩已经死了，以后你就能安稳睡大觉，放心的发展公司了。他们再也不会背地里搞什么小动作了。陈阳，你真的不怕封神吗？他们真的很厉害的。在我眼里，那就是一个垃圾，根本就入不了我的眼。那陈阳哥哥，你是什么呢？你应该不只是简单的保安吧？难道你也是杀手？当然了，我是杀手，我还是世界头号杀手呢。陈阳哥哥，你这个牛吹得有点过了哦。什么吹牛？我说的都是真的。行了，不和你们多说了。林双双还在酒吧呢，我先去了。苏汝月，你和林双双是闺蜜，这件事情你也是被利用了，我不怪你。但我希望你有自知之明，从此以后再也不要出现在林双双的面前。我知道了，我真不知道他们要做这么大的事情，要不然我不会。不用解释了，我很清楚是怎么回事。如果你是刻意而为之，你现在已经是一具尸体了。如月，我真没想到我……这是喝了多少酒？双双，真的对不起，他只是让我请你喝酒，所以……陈阳，你好了，不说话了，我现在开车带你回家。陈阳，答应我，这件事情不能告诉大姐和依依。为什么？我暂时还没有想好怎么告诉他们，你先不要说。行，那就先不说。走吧，我们回家。双双，你没事吧？大姐，我没事，如月只是把我约出去玩，并没有把我怎么样。这就好，你可担心我了。好了，这一天也发生了太多的事情了，去洗洗澡，早点休息吧。好。虽然孙俊凯被除掉了，林若薇的危机也已经解除了，但这个小保安我还得继续当下去啊。这个别墅里似乎比想象的更加快乐啊！洗澡，睡觉，睡觉。明天又是美好的一天。双双，你怎么来了？我今天晚上在你这里睡。你不怕他们知道了？他们都已经睡着了。孙俊凯这个麻烦没有了，咱们也都要投入到自己的工作和学习之中了。依依，吃完早餐就赶快去上学。双双，你们公司那边安排工作了吗？安排了，等下就要去了。这一次飞国外要好几天才能回来了。要不你还是把这个工作辞了吧，回来跟我一起在公司里面工作。那还是算了吧，目前我还是很喜欢这一份工作的，毕竟可以不用花钱就能到处旅游。什么时候等我把全世界的城市都玩遍了，我再辞职回来跟你一起去公司工作。那随你吧。我也想工作了，天天上学好无趣啊。你还是乖乖上学吧，只要把学历拿到手，将来才能有更好的工作等着你。大姐，你这语气越来越像妈妈了。这不都是为了你好吗？快点吃，一会儿要迟到了。
陈阳，你先开车送依依去学校吧。行，没问题。陈阳哥哥，你那天用树叶杀人的方式好帅啊，改天能教教我吗？怎么，你想学？对啊，那多酷炫啊！虽然我不能用来杀人，但是平时拿来做点什么事情，震慑一下别人，还是挺不错的。这个东西不是你想学就能学会的。就知道你会这么说。去吧，晚上放学的时候我再来接你。好。依依，你怎么还来学校啊？快回去！你现在要是去学校，会被人扔臭鸡蛋和烂菜叶的。初晴，怎么回事？我为什么要被人扔臭鸡蛋和烂菜叶啊？林依依，你滚出我们学校！我们学校没有你这种道德败坏的学生。林依依，和你在一个学校是我们这些人的耻辱。真没想到，表面上看你如此清纯，背地里竟然干这种不要脸的事情。快，依依，你快点上车！对，依依，你赶快上车。不管什么原因，我们要先保护自己的安全。出行是吧？这到底是怎么回事？我也是刚刚到学校里面才知道。我听人说，是因为昨天招标会的事情，依依一天没有来学校上学。而昨天招标会上，杨胜海临时出现改变主意，让依依的姐姐公司中标，是因为依依晚上去敲开了杨胜海房间的门。什么？这种死无虚有的事情，他们居然也能编造？对了，我这里还有照片。你们看，这张照片的背影就是依依走进酒店，还有这张照片是依依挽着杨胜海的手从酒店里面出来的照片，虽然很模糊，但是从轮廓上还是能看得出来是依依和杨胜海。这明显是 AI 合成的照片。当晚依依一直在家，杨胜海也根本没到本地。关键是现在是不是 AI 已经不重要了，大家都喜欢看八卦，所以现在大家就都宁愿相信这就是真的依依。这根本就不是我，我才18岁，我怎么可能做那种事情？大姐宁愿公司关闭，也绝对不可能让我去做这种事情的。依依，你别哭，我也相信这肯定不是你，并且这种事情对你一个女孩子伤害是巨大的。这是你们学校的内部论坛是吧？一般来说，哪些人能够在这里面发布内容？这个我们学校所有人都能够发布，并且这不是内部论坛，其他的人也都能够看得到，外界也能浏览查看。黑虎，你给我查今天早上一条关于林依依的论坛，看看是谁发布的。好，老大，给我3分钟，我给你一个结果。陈阳，你和依依到学校了吗？现在在学校门口。赶快，你带着依依回家，就说家里有事儿，让她先请几天假，千万不要告诉她是什么事情，记住了吗？依依现在已经知道了，现在这件事情闹得很大。什么？依依知道了？依依心里很脆弱的。陈阳，答应我，一定帮我看紧依依，无论如何都不能让依依出现任何意外。孙董事长，您喝茶。林依依这个事件，这会儿已经传到哪里了？董事长，已经从我们的论坛被转发到一些新闻媒体上了，现在扩散很大。别的不敢说，至少整个陇海市以及周边市县肯定是传开了。这就好，给我让这个消息继续发酵。敢让我大姐和小弟死，这个林若薇，我要让她到手的鸭子都飞了，我还要让她身败名裂。给我用 AI 做一个视频，是林依依被逼无奈透露出那一天晚上是林若薇这个姐姐逼着她去陪睡杨胜海的。对，我要的就是林氏科技的股票狂跌，要的就是林若薇被人人喊打唾弃。董事长，您的这招真是高明，直接打在了林若薇的七寸上。我们孙家他们都敢得罪，这不是找死又是什么？林若薇，我让你死都要死得身败名裂，我要让你的墓碑每天都被人吐口水，被人辱骂。行了，这件事情没有什么好做的了，
静静等待发酵就行。董事长，您要在学校里面走走吗？我陪您到处看看。不用了，赶了一夜的飞机，我得去休息一会儿。下午我还要去殡仪馆给我的大姐和弟弟收尸呢。那董事长，您这边请，这边有我给您安排的房间。好，我知道了。黑虎，现在你给我拼命的删除舆论，无论多少钱都无所谓，必须要以最快的速度先把这些舆论给我压制下去，不要让它再继续发酵。依依，你别害怕，这件事情我会帮你处理好，保证你不会受到任何伤害。是谁在针对依依？我刚刚调查到，是孙荣。孙荣是谁？孙荣是你们这个学校的董事长，同时是孙家孙俊凯的二姐。这一次孙家招标失败，孙家人怀恨在心，想要报复依依的姐姐林若薇，所以才会搞了这么一出。他们给林依依和林若薇两姐妹造黄谣，让他们俩身败名裂。怎么还会有这么坏的人啊？这样，楚晴，麻烦你就在车上帮我好好安慰依依，外面的人不用管他们。这车子的质量好，外面说什么里面也听不到。我先去处理一下事情。好，你放心吧，我会好好安慰她，不会让她出事的。依依，这只是一个很小的事情，你别放在心上。等我去处理完，就一切烟消云散了，好吗？你们都别乱说，林依依不是这样的人，这件事情很明显是有人故意陷害依依。陈阳，依依现在怎么样？情况还好，就是一直哭。现在有一个女同学在安慰她。事情我调查出来了，是孙俊凯的二姐孙荣干的。这孙家人还真是阴魂不散。孙荣现在肯定在学校里，我现在去找他，怎么欺负我都行，但欺负我妹妹绝对不可以。走吧，我也正准备去找他。喂，老头，帮我做一件事情。哟，这谁呀？你就是孙荣吧？你是谁？我是林若薇，林依依的姐姐。哦，你就是那个为了获得大订单，故意让你妹妹去陪杨胜海的林若薇。真是没想到啊，你这个当姐姐的，为了赚钱，什么事情都做得出来啊！不过也是，你妹妹18岁，长得年轻漂亮，哪个男人不喜欢啊？你们这姐妹啊，还真是有脑子，这么豁得出去，这大订单活该被你们获得。我打死你！这件事情就是你搞的，你居然还在这里侮辱我们，还打人！哎呦，你们林家姐妹还真是什么坏事都干啊！怎么？那么肮脏的事情你们都能做，我们说两句还不行了？大家都来看看啦！林依依的姐姐林若薇来了，她就是那个让林依依大半夜去陪杨胜海的女人。这可是亲姐姐啊，为了能赚钱，让自己的亲妹妹去做这种事情啊！都快来看看，亲姐姐让自己的亲妹妹去陪睡呀！喂，你干什么？这可是学校，你怎么能打人？打人？孙荣，你别以为我不知道，这件事情全部都是你搞出来的。证据呢？证据在哪里？没有证据的事情，你可不要乱说。你这种人还需要证据？立德，你还愣着干什么？快去叫保安！快去叫保安啊！弄死我了！我弄死你！我弄死你！小子，我一定会弄死你！一定要将你五马分尸！如果你有这个机会的话，我一定会让你把我五马分尸。可是你没有了。你什么意思？孙荣，在琉璃国经营化妆品，资产超过200个亿，还不错，也算是一个富婆了。你调查我？不对，你只是一个小保安，你怎么可能调查到我？你到底是谁？孙荣，你在琉璃国不太干净啊，表面上看似实在做化妆品工作，实际上好像还干一些违法的勾当吧？你血口喷人是吗？上个月有一艘货轮送了你们公司一批化妆品去了棒子国，那里面好像有不少见不得人的东西吧？这艘货轮现在还在路上，明天到港口。孙荣，要不要我找人把货轮的集装箱打开看看？你别瞎说，我们公司里面可没有干那些乱七八糟的事情。那一艘货轮里面也全部都是化妆品，没有任何违禁的化学用品。好，我什么时候说过那里面有化学用品？你，孙荣，
咱们都是大人了，有些话没有必要说得太清楚。你想要我怎么做？去自首，彻底洗清林依依的屈辱。不行，我不能去自首。如果林依依的屈辱被洗清，那我可就要被人辱骂了。你觉得你现在还有选择的余地吗？我们商量一下其他的办法，行不行？比如说，我给你钱，我给林依依钱。今年1月30号，3名因为薪资原因闹事者进入到你在琉璃国的别墅内和你吵闹，直到现在，他们都没有走出你的别墅。而当天晚上，有一辆大货车进入了你别墅的后院。今年2月15号，你出入到了琉璃国某园区。当天晚上，你的账户里面多了3个亿，而这3个亿资金在进入你账户之前的3分钟，从世界107个国家的529个账户中出入，最终进入到了你的账户里面。你别说了，孙荣，这一笔钱如果仔细调查，你应该知道是怎么来的吧？你别说了，我现在去自首，我保证让林依依的屈辱彻底被洗清。在这里等着吧，我会报警，让警察过来。不行，我不能在这里被警察带走。我是这个学校的董事长，我会丢尽脸面的。相比较于林依依丢的脸，你这张脸丢这么一点算什么？我都听你的，你让我怎么做我就怎么做，但你要保证你刚才说的那些事情都不能说出来，必须给我忘得死死的。放心吧，保证不说。你确定啊？都给我住手！之前的事情我可以既往不咎，但从现在开始，谁要是再敢冲着林依依扔东西，别怪我对你们不客气。还有，事情已经弄清楚了，林依依是被人恶意陷害的，那些照片也是 AI 做出来的。你们都已经是18岁以上的成年人了，难道你们自己分辨不出来吗？根据你们刚才的行为，你们的所作所为已经触犯了刑法，我有足够的理由让你们进去拘留。对，依依根本就没有做过那件事情。那天晚上依依一直都在家，我可以提供监控。杨胜海那边我也取得了联系，他也可以提供那一天他根本就不在龙海市的证明。是谁报的警？是我，这边有人要自首。好了，依依，没事了。陈阳哥哥，谢谢你保护我。走，我已经有给你洗清的办法了，跟我来。走啊，站在这里干什么？陈阳哥哥，你就是我的大英雄。警察同志，我要自首。关于今天新闻上林依依的事件，是我污蔑她的。还有那几张照片，也是我让人找 AI 做的。你确定是你做的？是的，是的，我这边有证据证明是我做的。好，那你跟我们去一趟吧。好，我这就跟你们去。警察同志，稍等一下，我这边有我妹妹林依依当天在家中的监控视频，还有杨胜海先生提供的当天他不在龙海市的视频证明，请你们一定要把这些证据公布出来，给我们妹妹一个清白。好，证据我们先带走，我们会采取一个合适的方式把这些公布出去的。谢谢。孙荣，跟我们走吧。是。警察同志，等一下。警察同志，我这里有一份孙荣在国外众多违法的证据，你们可以拿去并核实。这些证据足够让孙荣在里面把牢底坐穿了。陈阳，你答应我的这些事情你都不说的，你为什么还要说？我答应过吗？不好意思啊，我忘了。陈阳，你说话不算话，你不得好死！乖乖去里面待着吧，记得踩缝纫机的时候用力一点，多做一点贡献。陈阳，如果有机会，我一定要弄死你，一定要弄死你啊！好了，在警方公布证据之后，那些关于依依的负面新闻已经全部被消除了。公司因为负面新闻跌下去的股票，
也已经长回来了。这孙家的人还真没一个好东西，做的事情都那么的卑鄙无耻。他们一家人一直以来都是如此，从一开始，他们孙家发家史就不光彩。不过现在好了，孙家的人都死完了，也没有其他人了，以后总算是安静了。安静了就好。这几天过得也是够刺激的，每天都有那么多乱七八糟的事情。陈阳，这段时间谢谢你了。如果不是你，我和我2个妹妹可能……哎，说这个干啥？我是你们的保镖，拿钱办事，这是分内之事。你所做的事情，其实早就已经超出了一个普通保镖的范畴了。陈阳，这张卡里面是100万，是你这几天保护我们的报酬。其实这些天我看得出来，你肯定不会在乎这点钱，但这是我的一个心意。行，那我也就不矫情了，这100万我收着了。收着吧，这是你应得的。不过我的意思不是孙俊凯的事情结束了就不需要你了，以后你还继续留在这里保护我们，可以吗？我自然是没有问题。那你先在家好好休息，我去一趟公司。没事吧？没事，就是没有注意到地面，所以一不小心踩到了。陈阳，你还记得那一天在酒吧的包厢里的事情吗？记得。哪位？你是陈阳吧？杀死了我的女朋友和小舅子，这笔账我们该算算了。孙琦的男朋友，封神杀手组织的头号杀手，你比我想象中来的要晚了一些啊。若不是这几日国外有事，我早就送你下去了。你的意思是说，你现在已经来到华国了？我杀人之前有一个习惯，会提前告诉对方，我会在接下来半个小时之内杀死对方，这样对方就会在半个小时内生活在无尽的恐惧之中。所以你现在是在提前告诉我，让我陷入恐惧。你还有最后半个小时的时间可以活，这半个小时内你可以做任何事情，甚至做出你能想得到的所有防御。但我有足够的把握，让你在最后1秒钟死亡，不会让你多活1秒。话倒是说得很硬。行啊，你要来杀我，尽管来吧。我就在林若薇的别墅里。哦，对了，这个别墅就是你女朋友和小舅子断气的地方。狂妄，小子，看来你是不知道我冷锋的厉害。等着，半个小时后你就知道我有多么的恐怖。是封神的头号杀手给你打来的电话。对，就是他。他说半个小时之后会来杀了我。那你准备怎么办，陈阳？要不我们抓紧时间躲起来。这样吧，我们报警，我们躲到警局里面去。不管怎么说，他就算是再厉害，也不敢到警局里面杀人的。我们还能一辈子躲在警局啊？放心吧，这个所谓的冷锋从来就没有入过我的眼。他敢来，我就让他死在这里。陈阳，我知道你很厉害，但是这个人我们也必须要重视，那可是真正的杀手，和孙俊涛那些人完全不是一个概念。杀手？那你知道我当保安之前是什么身份吗？什么身份？我也是杀手，并且我还是一个很厉害的杀手。要不然，为什么我能用树叶杀人？我能靠鼻子就能闻到饭菜里面的毒，我还能清楚地感受到依依胸口吊坠里面有何物质呢？你也是杀手，难怪我就说你为什么会那么厉害呢？所以你完全不用担心，这个叫冷锋的给孙俊改和孙琦报不了仇，他来了也只能是死。
走吧，别墅地方小，一会儿砸坏了东西我也心疼。咱们找个大一点的地方，给这个冷风找一个好点的葬身之地。陈阳，你真的一点都不担心吗？我感觉我的眼皮子跳得很快啊。担心啥？不用担心，走。不错嘛，冷风，你来的够准时的啊！我说了，不会让你多活1秒，就自然不会让你多活1秒。是吗？那可能要让你失望了。冷风，你们整个封神我阎罗都不怕，你区区冷风，你觉得你能杀死我？哦，你阎罗，你是阎罗，世界第一的杀手阎罗。阎罗，你作为之前的世界第一杀手，我确实很害怕。不过，让你失望的是，我今天不但不害怕，甚至还在来之前就已经知道你的身份了。你说我要是杀了你，那我冷风是不是就是世界第一杀手了呢？就凭你那点三脚猫的功夫，也想杀死我？可笑！确实。我的实力和你比起来，还真的差了那么一点。想要杀死你，并不是那么容易的事情。但今天我说让你死，你还就真的得死。双双，阎罗，这个乘客手中拿着的遥控器呢？是足以摧毁整架飞机爆炸的炸弹遥控器，只要我一声令下，它就会毫不犹豫地按下遥控，引爆飞机。林双双，这么一个漂亮的大美人，就会和飞机上那370多名乘客一起瞬间死亡？阎罗，你说我今天让你死，你会不会死呢？冷风，没想到你居然和孙家人一样，都是这么的卑鄙无耻。想出来的招数也全部都是这种阴损的招。只要能达到目的就行，过程肮不肮脏，这一点都不重要。这一架飞机是从华国飞往美洲的，整个飞行时间大约在10个小时左右，而飞机才刚刚起飞1个小时。阎罗，这也就是说，你想拖延时间等到飞机降落，这不现实。撇开林双双不说，那可是300多个人，你们是怎么下得去手的？我说过了，只要能达到目的，谁会在乎过程有多肮脏呢？所以你现在就要用这样的方式来逼迫我不还手，然后被你杀死。你现在也只有这么一个选择。你知道我为什么能够当上世界第一杀手吗？我对这个不感兴趣。我感兴趣的是，只要我杀了你，我就是世界第一杀手。我还是说一说吧。我能够当上世界第一杀手，或许和我本身的实力有关，但更多的是因为我有一群非常好的队友，是他们的推举，让我一步一步走到了世界第一杀手的位置。这和我没有关系。如果不是因为他们，就单凭我一个人的能力，我哪怕实力再上升一个层次，我也不可能站在这个巅峰之上。你给我闭嘴！我要你现在立刻做出决定，要不然我现在就让他们炸毁飞机。他们是我的队友，更像是我的家人。这些年，我们大家生活在一起，虽然都是杀手，但却从来没有冷血无情，反而每个人心中都对这个特殊的家庭充满了感情。陈阳，我已经没有耐心了，我现在立马就让他们炸毁飞机！你不敢，飞机一旦被炸毁，你手里就没有任何底牌，你就会死在这里！你之所以还能活到现在，就是因为飞机上的林双双和那300多名乘客还活着。他们一旦死了，你也就没有任何底牌来威胁我，你也会马上死。所以，我现在给你机会，让你发号施令，炸毁飞机，你敢吗？我的队友们
对我很好。在我执行任务的时候，他们会为我摆平一切后顾之忧。陈阳，你到底想要说什么？我想说什么，你很快就知道了。阎罗，你是不是以为你已经拿捏到我了？我告诉你，我还有另外一个选择，我现在就死，飞机上的那300多名乘客还有林双双也去死。可以啊，你发号你的命令，让他们引爆飞机。你别以为我不敢！我知道你敢。阎罗，你别激我，你如果真的激我，我真的敢现在就让他们引爆飞机。你完全可以让他们现在就引爆啊！阎罗，我对你这种胜券在手的模样非常的不爽，不就是死吗？我死，我也要让你的计划落空，我也要林双双去死，我也要让你的胜券在握失望透顶。陈阳，别，那可是300多名乘客。放心，他不敢。你还以为我不敢是吧？我现在就让他们执行命令，我大不了就是一死。现在听我命令，引爆炸弹！现在听我命令，引爆炸弹！阎罗，来呀，杀死我呀！飞机此时此刻已经被炸毁了，林双双，还有那300多名乘客也全部都已经死了！哈哈哈哈！林阳，飞机真的引爆了吗？双双还有那么多乘客真的死了吗？1万多米的高空足够摧毁飞机的炸弹，这个时候爆炸，还有谁能活得下来？哈哈哈！阎罗，你贵为世界第一杀手，你以为你做什么事情都胜券在握？现在好了，这件事情终归还是脱离你的掌控，你还是没能救下林双双，还是没能让那300多人活下来。陈阳，冷风，你知道我为什么要跟你说那么多关于我队友的事情吗？我队友对我的托举到底体现在哪里？你马上就知道了。现在告诉我是什么情况？阎罗，事情已经搞定了。飞机上那几个专门负责引爆炸弹的风神杀手组织的成员已经全部被我搞定，现在所有遥控器都在我的手里。放心吧，飞机炸不了。好嘞，辛苦了。现在你觉得我是失望透顶，还是胜券在握？你说什么？飞机上怎么会有你的队友？你是怎么提前知道飞机上有我安排的那些东西的？这就是你风神杀手组织接触不到的地方了。你们终归只是3流杀手组织罢了。不可能，绝对不可能！你阎罗只是一个人，又不是一个神，你怎么可能会提前安排这么多？可不可能的。你到了下面之后，再慢慢去验证。阎罗，阎罗，求求你，别杀我，别杀！我说过，冷风对我构不成任何威胁。我真没有想到，你居然真的这么厉害！干杯！战斗结束了，真好，所有的烦恼全部解决。接下来，我们终于可以过上幸福的生活了。是啊，这个过程虽然很惊险，但终归结果是好的。这一切都是陈阳哥哥的功劳。来，我们一起敬陈阳哥哥一杯。今天这日子不错，值得庆祝。我们去楼下唱歌吧，我给你们唱一首《在那桃花盛开的地方》。不要！